即马全国要赶紧来预防这非洲猪瘟，来看这屏东县呢，即马是禁止外县市甲喷载入来。伫咧万丹乡有业者，就是因为载伤济外县市的喷，互人限制入场。也毋过后来呢，伊选硬要甲载入去焚化场，佮甲环保局的人下来下去。 警方到场是把这车辆扣起来，两个人呢拢移送屏东地检署来侦办。检方问话问煞，决定照妨害公务，也佮有废弃物清理法定罪，甲法院申请羁押。另外来关心的是，这云林县逐天拢有30栋的喷，目前因为这非洲猪瘟全面禁止用喷来饲猪仔，所以部分业者呢煞唔知影这个喷到底要载对倒位去。环保局是表示讲，经过预计呢，一天是会增加10栋的喷，所以请南亚堆肥场呢来架设一条处理喷的线，希望会当减少问题。 清洁队员把店面的喷回收了，会先做油水分离，结果把喷送去6间南亚堆肥厂处理。不过，最近受到非洲猪瘟影响，全台湾禁止用喷饲猪，清洁队喷的量增加真多。我们预估的话，已经超过150家，那个量很多啊。我们区划的地点就是在6轻嘛，我们进去的话，我们只有一台那个厨余车在转运，厨余车在转运的话，一天只有1台而已，所以说我们也很担心啦。如果量进来的多，出去的少的话，我们会堆砌在我们这边。好尾清洁队讲，像好尾店每天喷的量差不多10吨，不过疫情了，真侪店甲清洁队签一般需要废弃物大清度合约，所以每天的喷量会增加。云林县环保局为了要解决喷的问题，甲南亚堆肥厂协调增加气化散线。 公所或者其他事业外运回来的话，可能每天会再增加10到15公吨的一个厨余量，所以我们局长的话就非常的快速的话去跟南亚这边做一个协调，希望他把原来的一个旧厂的话也开启这条产线，所以说我们每个月的一个处理量可以从原本的900变成1800。 环保局讲，经过协调，南亚堆肥厂已经启动第2条喷堆肥散线，甲本来一天30吨的喷处理量能，增加到一天60吨。 喷的气化由管府统一调度，甲喷转化成这肥料，减少管理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